有邊位同學就係覺得，我夠知你講咩頻率啦，但係一諗到錢就好驚，次次一交 credit card 就好鬼驚，次次一諗到我嘅人就覺得好絕望啊，覺得好孤單啊。我夠知你講咩頻率啦，我翻工我就感到焦慮，咁點算啊？搞唔掂喎，一諗到揾工我就焦慮。哇！我發咗很多同學馬上舉手，舉手睇下有呢個問題嘅，我唔知點喎，我明知係頻率啦，咁我搞唔掂啊？太好啦！舉手嘅同學係好高自觀嘅能力，好能夠睇到自己內在嘅人先會舉手，因為冇呢種自觀能力嘅人都唔知自己有咩困難，所以我首先讚美舉手嘅同學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講講下一個重點。其實好多同學咧，我要講下咧，你哋嗰啲嘅問題，我一去翻工我就嬲，我就覺得冇自由。我一睇到錢一交個卡數，我就感覺好恐懼。我一諗到要揾愛人，就覺得好絕望。呢啲孤單、絕望、恐懼、擔心、焦慮呢啲咁嘅感覺，唔係依家嗰啲嘢令到你咁樣，而係調翻轉。而係調翻轉，係由我從小以嚟一路都係咁樣睇，我同錢嘅關係，我同愛情嘅關係，我同身體嘅關係，我同工作嘅關係。不過依家2024年最新嘅我咧，呈現緊出嚟，在眼前就係我依家嗰份工，我依家銀行戶口裏面有幾多錢，我依家身旁瞓覺隔籬嗰個係邊個，我依家孭緊嘅身體，對不對？但係嗰個關係咧，幾十年噶啦，所以我好肯定頭先寫入嚟佢嘅夢想要得到咩嘅同學咧，嗰啲夢想咧，可能之前從來冇實現過嘅。你要嘅你自己同現在嘅你自己，只不過是一線之差。大家你哋其實東林同西林中間嗰度柏林圍牆嚟嘅咋，一線之差喺隔籬啊！但點解我揀咗唔要嗰邊？有冇搞錯？點解我唔要嗰邊？一出世就有愛人嗰個咧，點解唔做富二代咧？頂！點解我唔係天生就瘦 jeans 嗰啲人咧？食乜都唔肥嘅咧？頂！那各位，你要知道的就是你已經得到你要的身材，你已經得到你要的愛情，你要的財富，你已經得到的啦。但是呢，從哪裡開始選擇錯了那邊？誒，特別我現在說說愛情好不好？為什麼愛情在這個層面這麼有關係，這麼有關聯？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我以前做主打課程的時候，還沒搞定我這個愛情這方面，我都還沒有明白為什麼我還沒結婚，我們還沒到時間結婚，或是我還沒遇上我要的人，或是我還沒遇上我最好的愛人。我當時候都不明白，我還在搞什麼，沒有搞定這一點呢。哇，原來跟我現在馬上要說的部分很有關聯的，因為啊，小時候跟父母親的關係，就算不是父母親了，因為這裡有爺爺奶奶帶大的同學，也有可能你是富二代，然後你是阿姨帶大的，那馬姐帶大的。對不對？你是在香港很多工人姐姐都是菲律賓來的帶大的。我小時候因為我不懂事，小孩子都不懂事，接受吧。小孩子不懂事是正常的。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不懂事，我不懂得跟我沒有關係，但是我覺得所有一切都跟我有關係，我就給了自己很多我不應該也不值得背向的一些自我概念 concept of self，或是身份 identities concept of self identities，我對自己的看法。我哋細個當我係阿姨大大，阿姨大大，但我一個小朋友，我唔明白阿姨同阿媽有咩分別。阿姨自己有自己嘅細路，然後有我，同時間帶大我。我明明一個小朋友好清晰嘅睇到阿姨咧，係錫自己細路唔錫我，但係我以為係我不被喜歡，我不被愛，我得唔到佢嘅愛，我點乖點叻，
點幫助我啲表弟表妹，佢都唔一樣咁愛我。跟住到大個之後，呢個小朋友會複製喺愛人身上，永遠會吸引啲愛人嚟咧，就係身旁有一個更愛嘅人，除咗自己之外。我永遠都點努力都得唔到完全嘅愛，我點樣都係剩翻落嚟嗰個，我係多餘出嚟嗰個。幾多人有共鳴嘅可以舉手？我知道有大部分的同學都很害羞，沒有舉手，但是很多人都有共鳴的。我真係好恭喜同好感謝舉手嘅同學，因為好有自觀能力，亦都應該做咗好多 inner work 嘅人先有呢種嘅自觀能力㗎。